華山基金會台南 A 區20號在麻豆福隆家宴餐廳舉辦愛樂人中秋亮起來公益餐會，邀請超過200位60長輩做伙來參加，還有多位關心長輩的單位、民意代表也到場出席活動，透過溫馨的活動，和長輩團圓，提前來過中秋。華山基金會的精神始終如一從古到現在。那當然在這個節日的到來，也希望說我們跟喜多在這個中秋佳節能夠快樂因為這是我們傳統的節日，代表大家團團圓圓、圓圓滿滿。來到華山基金會，咱就愛做愛心啦吼。我們起來頂的時陣，我有看我的皮夾啦吼，嘿，我的皮夾剩無介濟啦，留個現金，留個現金吼，小等來用啊。我捐一個6000塊的，安尼好唔好？這次餐會會當順利舉辦，華山基金會台南 A 區特別感謝永達社會福利基金會、吉鴻國際有限公司、麻豆扶輪社、台灣土地銀行贊助餐會經費，台南市消防同業工會提供伴手禮。另外，九龍9號美顏社、台南市希望義診服務協會、台南市社區生理衛生中心以及柳營基密病院在現場提供多元服務。除此以外，倫博國際有限公司找到了旅行社、台南市哈佛蒙特利索實驗教育機構也投入志工以及活動資源，集結各界愛心，為長輩打造一場溫馨的中秋團圓宴。借由今天這個活動呢，除了讓長輩吃一餐比較好的，那我們也希望把這個公益訊息傳達出去我們目前南 A 地區長輩的關懷力1份600塊，還上捐500份，那請大家一起來幫忙。基金會表示，獨居長輩需要不只是物資，更需要有人的陪伴和關心。透過一頓團圓飯，串起社會各界愛心，也希望號召各位民眾加入關懷donor的行列，讓每一位長輩攏會當感受到溫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